换来看，民进党离大选无到半年的时间，爆发着走私分的案件，敢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呢？民进党的立委认为，伫个选情发生任何的代志，拢会对民调产生影响，但是要有能力来解决，是不是会当化危机为转机，全民拢在看。尤其是柯文哲，若真正有要选总统，会分配袂少民进党的票源，这嘛是民进党正担心的代志。也未宣布参选，就我选走透透郭市长，礼拜日来到云林参拜，过江蔡总统嘛来。我即马拍的基础，未来咱台湾10年的发展，拢有够。两个人的人气拢真旺，郭市长前脚走，蔡总统后脚到，就算只是脚合咧，嘛互绿营担忧这粒微博段。觉得有点刻意针对你吗？才较劲的意味。没啦，还是那一句啊，台湾小小的，你知道哈，这常常走来走去，总是会重复嘛。伊讲过，要宣布参选的人上轻松，假使哪力好拍，加上私分案，民进党选情深受影响。总统的支持度有影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什么？等等啊！对选情来讲，虽然在混乱中，苏贞昌也是马上回应问题。一定要戒除相关这种非常不当并违法的行为，给国人交代。私分案愈干愈大，看过总统出访变外交好成绩，嘛使人好奇，这回温的人气敢会受到影响？在选前，任何的事情都会对民调产生影响，那我们要能够解决它。小英，都算。选前剩无到半冬，但是麦当乐观的讲，还有将近半冬，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私分案的风波，嘛考验蔡英文团队危机处理的能力，敢会影响到选情呢？这长期以来歹习惯，若是当好好管治，无定危机，麦当化作转机。